哇喲，大家好，今次為大家介紹日本 Pogoworth Rush 20列。秋季最啱介紹行山袋，3個格數，細格放小物，中格就放水樽，大格咧仲可以放電話，11拉就鎖緊。呢幾年裏邊咧，日本係超受歡迎，基於佢個背負系統好舒服，可以咁樣拉緊啦，前面又可以咁樣拉緊啦，仲送你一個 BB 添。設計呢個袋嘅西度傘咧，其實佢好注重簡單嘅。面頭第一格放電筒啊、頭燈啊，啲平時你成日會拎嘅嘢嘅。中間一大格就係放晒你所有嘅物品，再加埋個水袋。中間呢個位咧，亦都係可以單手可以 access 到，放一啲濕嘅鞋啦，或者放一啲 jacket。其實呢條橡筋咧係俾大家用嚟放濕咗嘅嘢啦，或者啲污糟衫嘅。如果你自問同我一樣係一個臭男人嘅話咧，呢個袋啱晒，因為佢可以咧拆出嚟洗嘅，勁方便。考慮到唔同身高嘅人士咧，背帶咧係可以調校高低嘅。日本人做嘢真係正到爆，非常細心，好多 detail 位，佢可以放鋪啦，呢啲位又可以攞嚟掛嘢啦。每個細節咧，佢都係反光。2個顏色，3個 size，10列、20列、30列。等我講個秘密俾大家知，就係下年4月會推出全新嘅 Ultralight 露營背囊系列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拜拜。